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新北市警察局公关室的主任黄世杰。顶礼拜五，伫新北市议会拄到无党籍的市议员马健，就热情甲伊拍招呼，结果是烧面去误人的冷尻川，对方的态度真冷淡。讲这位警官情绪激动，甲同事来埋怨，怨讲马健是真大卡呢，要找人伫咧背后甲弄。结果这话传到马议员遐，议员认为安全受到威胁，就通报予新北市警察局长知影。结局是黄世杰出面来道歉，马上记告处分。穿那些假表情真严肃，伊是新北市警察局公关室主任黄世杰。伊真受气，经过来甲同事比较下手。伊讲甲无党籍市议员马健拍招呼时，对方无要插伊。伊讲议员的真大牌。马健一个听到，感觉安全受到威胁，当事人赶紧回室里。自己要好好检讨，因为他讲的是台语啦，说被锤人搞把弄了啊，但实际上这个事情，这个语句我是听不懂的，所以我有特别询问我办公室的助理，那原来说是要处理我或是弄死我。经过了解，市员马健当年的生日礼金，拢会捐予警犬队今年承办的员警作业疏失无捐钱。黄世杰一个知影了，去问警犬队承办员警赶紧甲议员会室里，想不到这款的做法，和马健认讲，这个主任调工会歹做人，后来又因为拍招呼无回应的代志，两人误会愈来愈深。新北市警察局长廖训成知影了真生气，要求伊甲议员会室里搁记一支小句。个人在联系上造成的疏失啊，这部分我自己要检讨。黄世杰为分局侦查队长到刑大副大队长，拢是廖训成伫个栽培，想不到又来处理议会代志，就任无偌久尔，就放掉讲要处理议员。不只是他，任何人跟我打招呼，只要我有注意到，我一定会保持注重我的礼节啦。那我会用我的族语很热情的跟大家说你好。黄世杰身为公关室的主任，却因为拍招呼的问题引起这大的风波，和警察局长真歹做人。辛苦你们了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